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5年12月4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地方债。最近网上有很多媒体报道有很多地方连公务员工资都发不出来了。比如说辽宁灯塔市灌区服务中心拖欠3849万元工资社保，湖南湘乡东山医院欠薪5个月，停缴28个月养老保险的新闻接连爆出不要以为这个只是个别地方的财政困局，这背后是一场涉及超100万亿债务的无声风暴。这个风暴实际上正在形成，正在路上，而我们每个人早已被卷入这场博弈的漩涡中心。地方缺钱的背后是万亿债务的冰山下半场。地方财政紧张的表象下，藏着地方债的双重结构。显性债务是明面上的，占着地方政府依法发行的债券。截至2023年，规模约40万亿的，占 GDP 比重30%，这部分纳入预算管理，看似可控，但真正的风险大家都知道是在隐性债务。地方通过城投公司融资平台变相举债，这个根据市场估算因为这个没有人知道准确答案。那么各路机构和市场人士粗略估算，地方隐性债务超过60万亿，只会多不会少。这些债务不透明，成本高，比如某信托给城投放贷，利率能飙到8%，远超常规贷款的成本，银行的贷款利息只有3.几为什么会有这种明小暗大的债务结构？那就要从1994年分税制改革说起改革以后中央拿走75%的增值税，地方钱袋子就瘪了。但是地方的权、地方的事情并没有减少，修路、建学校、搞基建、修地铁、市政工程，这些都要花钱。偏偏预算法规定不让地方政府直接发债，于是这个城投公司应运而生，成了曲线救国的工具。以国企名义向银行借钱，背后由地方政府隐性兜底。那银行呢，觉得国企加政府背书稳赚不赔，城投借钱搞基建的胆子也就越来越大。这个半月谈12月3号刊登了一篇文章，叫《部分城投公司不规范融资，谁在承担最后风险》。半月谈大家知道吧？那是喉舌所以说咱们介绍半月谈的文章应该不算唱空不算叫制造焦虑。这个半月谈文章说短线投资即可获益，收益率超8%，暗示有地方政府背书。半月谈记者在基层调查发现，一些地方城投公司向外省市开放融资，吸引了不少个人投资者。随着监管持续加码，融资渠道收紧，部分城投国企剑走偏锋，其不规范操作已出现逾期兑付，甚至诱发隐性债务风险新变种。受访专家提醒，新情况看似是城投公司融资多元化，实则容易将风险向更多个体转嫁，个人投资者加码，销售暗藏风险。半月谈说全家一辈子攒的钱都投进去了，老人看病、孩子上学都急需用钱，投资时借的钱不知道怎么还。今年4月，东部省份多位投资者反映，记住了是东部省份，这可不是什么西部欠发达地区所以这个问题很严重如果你说是东北或者什么甘肃，大家也能理解，现在是东部省份那也可能是江苏也可能是浙江受城投公司国资背景以及高利率吸引，他们购买了一些城投公司发售的定向融资产品，投资金额从几十万元到数百万元不等，有些人押上毕生积蓄、养老钱，甚至借款投资。多位知情人士透露，部分城投公司为扩大融资，借助外省承销公司在长三角多地跨区域销售定融产品。来自外省的城投定融产品因收益率奇高，很快大量销售，此前均正常兑付，直到2024年，部分产品开始出现利息逾期兑付情况，焦虑情绪逐渐在投资者群体中蔓延。此前，城投公司发射的定融产品的购买主体通常为机构或企业，然而近年来，部分城投公司收益收窄，开始利用高利率向更广泛的投资个体兜售。半月谈记者调查了解到，上述城投公司向个体投资者发售定融产品时，用3种
套路。哪3种呢？宣传高回报、回款早。认购人提供的数十份协议显示，多家城投公司跨省份售卖的定融产品收益率均高于8%。一站宣传城投产品的广告页显示，认购期限分为12个月、24个月、36个月，认购金额为10万元、30万元、50万元、100万元、200万元5个等级，最低额度、最短期限年化收益率9.6%，最高达到11.7%。令人不解的是，这些城投定融产品同时呈现高收益率与短认购周期的特征。一位金融领域专家告诉半月谈记者，城投公司募集的资金多用于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收益周期较长，收益率也偏低。高收益短周期的产品与项目本身收益逻辑相悖，也违背市场运行规律，容易出问题。第二个呢，暗示政府背书，平台互相担保。半月谈记者看到说上述广告页上清晰标注着外省某地级市经济总量、经济增速、助力地方经济共享发展红利，12个红色大字格外醒目。地方国有平台公司互相担保，更打消了认购人的疑虑。以某市的一家综合开发有限公司为例，该公司注册资本达到2.8亿元，且有注册资本为7亿元的一家旅游集团担保，发行方动辄数亿元的注册资本，担保方也是国有公司，彻底打消了我们的疑虑。认购人李女士说第3个特征就是大机构不卖，小中介推销。一位高校金融专家介绍，正常的债券多通过银行、证券公司发行，这些大机构为了自身信誉不敢虚假推销，部分城投公司则委托第三方承销，有的第三方还要依托挂靠的大机构资质。这些小中介有时为了做大业绩、获取返点，刻意隐瞒风险，违规夸大收益。这个大家都知道城投公司一般的指城市建设投资公司大概名字都是这样的，笼统的叫城投公司，是由地方政府出资设立的国有企业。城投公司在推动地方城镇化进程的同时，因隐含地方政府担保，成为地方隐性债务的重要来源。在防范化解地方隐性债务的政策导向之下，不少城投公司转型投资地方产业，开展市场化经营。但部分业绩基础薄弱、地方资源禀赋有限的城投公司，仍希望通过不规范操作填补资金缺口。刚才也说了这个以国企名义向银行借钱，背后有地方政府隐性兜底，他这个手不仅伸向银行，也要伸向投资人、定融产品，所以他这个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就越来越大。那么为什么地方债务会越滚越大？也就是说地方债狂飙的3重推手。哪3种推手呢？就是制度、人性与时代。地方债从几万亿疯涨到超100亿是3重因素叠加绞杀。第一重是制度惯性，分税制让地方钱少事多，城投公司成了刚性需求。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央4万亿计划刺激经济，地方配套资金只能靠城投加杠杆。全国城投公司数量从2008年的3000家，那个时候大概就是省级、地级市再加上县级市只有1家，大概就是这样子的。比如某个市有一个城投公司，那个市下面8个县，每个县大概一个城投公司，就这么一个格局。全国也就3000家，暴增至2014年1.1万家，那也就是很多县有3家城投公司。第二重是人性驱动。对地方官员来说借钱搞基建是最直观的政绩， GDP 上去了，职位也就上去了，债务却留给下一任。这种任期内的政绩、任期外风险的博弈，让举债毫无节制，对吧？我就在我的任上发展经济，那发展怎么发展呢？那就得借钱，是不是？这个钱怎么还？那由别人去想，因为我这一届干完我就调别的地方去了这个大家都懂所以
让这些官员新官不离旧账，对吧？过去的钱跟我什么关系？我现在要借新的钱，也要发展，债还是留给下一任，这不就滚雪球吗？第三重是金融套利，非标融资、信托资管计划等非标准化融资方式兴起，让城投能以8%甚至更高的利率借钱，信托公司赚了利差，投资者拿了高收益，地方搞了基建，对吧？你看看，信托赚钱了，投资者赚钱了，地方基建也搞成了，这是不是三赢呢？看似多赢实则高成本债务像滚雪球一样，最终把地方财政拖入深渊。这个业内人士分析一些地方城投融资出现问题，重点应从跨区域监管存在盲区、发行地方风险披露及偿还能力不足，以及认购方对投资风险认知不够等方面剖析症结。一位地方金融办监管干部透露，对于城投定融产品异地交易，当风险达到一定等级，才能引用地方金融条例予以叫停。被叫停时，外省份城投定融产品发行方还抱怨存在地方保护主义。半月谈记者调研了解到，北方某市的一家城投公司成立于2024年7月，同年9月开始发售相关定融产品。多位认购人认为说他们第一时间认购该产品，但时隔1季度左右，利息兑付就发生异常，这个钱一到手就爆雷，正常的1个季度嘛，后面利息都付不了了，爆雷了。一位认购人提供的某城投公司收益权转让项目说明书显示，发行人承诺本项目认购资金用途合法合规，备案程序合规。一位受访高校金融学者认为，说明书看似清晰，但认购人刚买1季度左右就遭遇违约，说明发行人并未将投资标的的风险讲清楚，也并未准备足够的备用金，防范恐慌性挤兑风险。实际上这些产品尽调征信措施都是不足的。半月谈记者翻阅相关认购协议发现，合格投资人需满足以下条件之一：家庭融资净资产不低于300万元，家庭金融资产不低于500万元，或者近3年本人年均收入不低于40万元。认购协议明确，不具备以上条件却又接受本项目协议的虚假承诺者，应自行承担由此引发的所有责任或损失。多位认购人士坦诚，自己并不完全符合认购条件，也未仔细阅读风险提示，但在高额利润诱惑下，觉得有国企信用背书不会出问题。很多地方国企都是面临破产，怎么国企背书就没问题呢？现在除了个别央企信誉还有，我说个别，其实很多央企的信誉也没有了。你比如说建筑方面的央企，很多这个下面施工单位欠钱，最终都是这些央企欠钱，哪有什么信誉啊？这个受访专家认为在债务到期压力如公开市场融资不畅的情况下，部分规模较小的地方城投转向利用发行门槛低、融资成本高的非标准化融资渠道，在兑付能力有限的情况下，此举无异于饮鸩止渴，还可能因后续兑付违约引发连锁反应。截至目前，部分地方政府虽已督促涉事城投公司与投资者进行多轮谈判，形成处置方案，但兑付时间和额度仍已时有波动，一些人仍心存担忧。受访工作人员认为，由于部分交易隐蔽进行，所涉人员资金规模尚未全部摸清，要对方发行方实施债务穿透式监管，全方位摸清所涉人员资金规模，排查直接风险、关联风险、潜在风险等，你最终是地方政府隐性担保的兜底。如果这个钱没有办法兑付，政府的信誉也垮台，那个地方融资基本上就歇菜了。你想地方政府兜底的这个地方定融产品兑付不了，你说银行会给地方政府借钱吗？银行它不受地方政府控制就是那个6大国有行，这个10几家股份制银行，他们是不受地方政府控制的他们是归总部管。那地方政府控制是只有自己的城投村镇银行，那能有几个钱呢？所以说一旦这个城投这个债务暴雷，实际上这个地方政府的融资能力就没有了，他连发债的困难
发债有评级啊，所以这个高校金融学者呼吁啊，加快财税体制、政绩考核等一揽子改革，成立合规偿债基金，在源头端提高债务偿还能力，实现借的规范、用的高效，还得可持续。同时，地方城投要从过去帮地方找钱、投资基建的角色，转变为支持地方新旧动能转换的国有企业，依托区域资源禀赋，探索实现从基础设施投融资向城市产业投资运营转变。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你这个只能对未来城投发债做出约束，那么已经发的债怎么办？所以说去年的吧，政府提出10万亿化债方案，那这个化债组合拳是解药还是饮鸩止渴？这个也就成了啊，面对天量地方债务化债成了必答题，但是每一步啊都充满了辩证。债务重组是常规的操作，把高息短债换成低息长债，这就是债务置换了。比如说啊，浙江某城投把7.2的债务成本降到3.4%，每年利息少还一半，但这个也让地方产生反正有人会兜底的错觉，所以反而啊刺激了地方举债的这种野心和想法，因为暴雷了，反正有人来管嘛，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资产证券化 ABS、REIT 是创新解法，把高速公路收费权、污水处理厂收益权，甚至有的地方是吧路墩呐这个权益，还有的地方把这个水库里的淤泥卖出了金子价格，对吧？这些都可以打包成证券卖给投资者，这等于把未来的钱呢拿到现在花，缓解了现金流压力。但是前提是资产得有稳定收益，不是所有的基建都能这么玩。你比如说停车场，有的地方可以玩，因为那个停车啊需求多的地方啊，高速公路收费这个车流量大的地方是可以这么玩。但是啊，比如偏远地区的公路车流量少得可怜，证券化根本没人买，那最终是靠什么呢？靠中央通过转移支付给困难省份输血，央行的抵押补充贷款给银行提供低成本资金，专门用于化债和保交楼。但是啊，由于上一级政府和央行的托底，这就加剧了道德风险。什么叫道德风险呢？也地方政府觉得反正有中央兜底，我啊不多借，对吧？不借白不借，借完了还不起，反正有上面有人替我还。反而那些不借的地方债控制的好的，那他就吃亏，太老实。所以这就刺激了很多地方啊，那借钱就更加任性。第一财经日报今天报道啊，说地方政府发债首次突破10万亿元。根据数据平台机构企业预警通数据，截至12月2日，全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规模约10.1万亿元。第一财经记者查阅中国人民银行及财政部发布的官方数据发现，这是年度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规模历史上首次突破10万亿元。长期关注地方债的中央财经大学教授温来成告诉第一财经，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规模首次突破10万亿元，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总体来看，这些年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规模增长较快，地方政府发债借钱似乎变成了一个好事啊，可喜可贺啊。说目前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已超过50万亿元，但债务余额控制在限额之内。总体来说，债务风险安全可控，但需要警惕债务过快增长对中长期地方财政可持续的挑战。专家总是静态计算啊，就是地方政府发债现在已经50万亿了，今年就发了10万亿，创新高，一共50万亿。问题是隐性债务还有多少都不知道，隐性债务足以把地方政府这个小船拖下水。隐性债务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居然说啊安全可控，这不是自欺欺人吗？第二个啊，地方政府这么多债是有利息的，有7%、8%，现在变成3%，那3%也要钱呢，对吧？你规模现在越来越大，浮出水面的这债啊，就是本来在地下，现在浮出水面了。我们算总账啊，是占便宜，因为你浮在水面下的债你也得认，对吧？那个利息10%、7%，规模还大。现在把你搞到水面上，让大家都看见了。但是通过发债呢，把它利息变成3%换，对吧？这可以。但问题是，你既然浮出水面了，规模那么大，就是3%的利息，你政府拿什么还？就是规模一大，连美国，对吧？特朗普现在就是头疼，美国的债务太大嘛，利息还不起，对吧？美国政府的收入还那个债务窟窿越来越大，所以他借
债规模越来越大。特朗普觉得不行，所以他搞贸易战，收关税啊，他要压缩那个政府的这个开支啊，等等啊，这就是特朗普的算盘呢。实际上，我们的地方政府往下走也是会遇到特朗普的问题。你债务规模越来越大，你地方政府偿债能力实际上是有限的，怎么办？无限制借下去吗？所以说啊，对吧？还得看地方经济发展，你的盈利能力，对吧？你的财政收入连这个债务的成本都覆盖不了。2015年之前，由于预算法未赋予地方政府发行举债借债的权利，因此仅有财政部代地方政府发行少量政府债券。第一财经说明白了啊，2015年之前呢，地方政府发债他没有这个权利，他得通过财政部代他发。那现在呢，逐步让部分地方试点自行发债、自行偿还，这也使得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规模较小，一般在千亿级规模。比如2014年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规模仅0.4万亿元，但是现在已经一举就突破10万亿元。2015年试行的新预算法赋予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通过发行政府债券行使举债的权利。此后，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规模总体呈现波动向上趋势。根据财政部数据啊，截至2025年9月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53.7万亿元，这控制在债务限额之内，也就是57.9万亿元。此前，财政部公开表示，目前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政府负债率2024年底为68.7%，显著低于主要经济体和新兴市场国家。从举债用途看，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形成了大量有效资产。我国地方政府债务主要用于资本性支出，支持建设了一大批交通、水利、能源项目，很多资产正在产生持续性收益，既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也是偿债资金的重要来源。这问题就在这儿啊！我们2025年9月这个明面上的地方债已经将近60万亿，这是账面上的啊，水面上的。截止到2024年底，我们的政府负债率是69%，什么概念？这可是水面上的。我一直说啊，那你隐性债务有多少啊？隐性债务多少？你要加上明面上的啊，水面上的负债率只有69%，如果你加上水下的，恐怕就难以想象啊。所以地方政府的化债，光靠发债走不通啊，债越发越多，越背越多，利息都付不上，而且还把它以前在水下还给它捂盖子，对吧？你们不知道，现在把它搬到水面上，大家都看见了，都焦虑啊，是不是这意思啊？人家一算，你政府财政收入才多少啊？你负债这么多，利息这么多，那你怎么还呢？完蛋了，你已经破产了，就会产生这种，对吧？印象，那怎么办呢？所以就地方政府化债，不仅要发债以长债换短债，以低利息的债换高利息的债，这个还不行，还得想办法削减债务。怎么削减呢？就是各个地方政府搞的三资改革、三化改革，所以地方政府才把泥巴卖出了金子啊，价格，所以地方政府才会把这个低空经济，对吧，卖掉了，这都是为了盘活国有资产，好从银行，对吧？这他还不是借钱呢，他是真的实打实把东西卖出去了，点石成金。那最后这个锅谁背了呢？化债花到银行身上去了，银行拿了这个泥巴干啥呢？以后再说了呗，对吧？最终耍到最后还是大头买单呢。实际上啊，原本是大量的债在政府那儿形成一个资产，这个资产源源不断的产生利润，就像造血一样的。那么这个造血它流到一个资金池里面，对吧？这个血就越来越多，这样产生正向循环。但是我们一直说啊，政府大量的投资它不产生收益，不造血，反而还要消耗大量的运营费用、维护费用，就是每年还要持续往里投钱，它还产生不了收益，那这个债务窟窿只会越来越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无论通过什么形式发的债，对韭菜来说都不是好的产品。如果你买这些信托产品、理财产品，那你很有可能会暴雷，会逾期。大家也不要大惊小怪，这个天天看我节目的都知道，对吧？我一直建议大家不要去买这些信托，买这些理财。你要买这些理财，实际上就是为前面的人解套，你去站岗，你有理由，你有10个、1万个理由相信地方政府不会违约，你相信地方政府一定会找到下一个站岗的人来接替你，对吧？等你到点了，他又找一批人来接替你。但是这个鼓声啊，击鼓传花的游戏在哪儿停，谁也说不好，保不齐就在你这儿停下了，那你只有哭吧，对吧？有很多人啊，仗着他对政府好像有点关系，
对政府有点了解，就参与这样的理财，觉得有机会。有的甚至去收不良债权，也就是政府的这些定融产品已经爆雷了，打5折、打6折卖给他，他真去买，认为占到便宜了。大家想一想，100块钱打8折卖给你，原来的那帮投资人少了20%，他也就忍了，割肉割得不够狠，是吧？那你80拿到之后，3年到期兑付不了，60卖给别人，你呢咬咬牙也能忍。60买的那个人呢，过3年又爆雷，对吧？那在50卖给下一个人。所以你看，从100到50，最后到20到10块，一个人接受不了要跳楼，但是变成10个人接力，好像每个人挨一巴掌，每个人割点肉，好像就不那么疼了，就这个意思啊。这就是化债。不过每一次交接无非就是讲一个新故事而已，反正你喜欢投资的人都喜欢听故事啊，这就是未来的化债趋势，这也就是软着陆。所以今天通过第一财经还有半月谈的这些报道，我们就发现现在地方政府债务到什么情况了，也就是穷尽一切办法，依然有公务员的工资发不出来，社保交不上，老师的工资发不出来，手段用尽了，还有地方是盖不上，露出了很大的风险。这场关于地方债的大考还远未到交卷的时刻，也就是大幕刚刚拉开，我们敬请期待。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